專業回收與安全銷毀服務，就選 HKRT 香港萬物回收。我們擁有 ISO 9001、14001和27001三重國際認證，提供合規、環保且安全的解決方案。我們提供電腦、伺服器、手機等電子產品的合規回收，所有數據徹底清除，並符合國際環保標準。免費上門評估，持有香港環保署正規許可，並提供資源再生證明，助力企業 ESG 目標。硬盤、文件徹底實體粉碎，處理過程全程監控，確保你的商業機密絕對安全。通過國際資訊安全認證，所有廢棄物送往政府指定堆填區，杜絕二次流通風險。我們24小時急速響應，處理全程透明可追溯，所有操作嚴格遵循香港環保法規。立即致電36194638或訪問官網 hongkongrecycle.com。HKRT 讓資源重生，銷毀信心保證。